各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际顶头重大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出面证实讲，美军伫顶礼拜六暗，叙利亚西北部发动攻击，伊斯兰国的 IS 领袖巴格达迪轰捉到地道，尾啊走投无路，最后是家己引爆炸弹死亡。Abu Bakr al-Baghdadi is dead. He was the founder and leader of ISIS, the most ruthless and violent terror organizat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川普伫美国时间27公布重大消息，证实 ISIS 首脑巴格达迪已经死亡。川普指出，美军伫叙利亚26日暗时发动夜间攻击，结果巴格达迪秘入去一个坑道，无所在走，就引爆炸弹死亡。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tunnel as our dogs chased him down. He ignited his vest, killing himself and the 3 children. 川普嘛讲到，美军伫巴格达迪死去15分钟了后，就将尸体做 DNA 鉴定，证实死者是巴格达迪本人。川普懊恼美军伫行动中无人受伤，巴格达迪死去之前一直哭一直叫。And that's why he died like a dog. He died like a coward. He was whimpering, screaming, and crying. And frankly,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brought out.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出面表示，有2个美军受轻伤。美军要抓巴格达迪已经真侪年，有几落摆传出伊死去消息，暗过拢无向证实。今年4月，伊向其中伫媒体表示，IS 未退让，会继续拍消耗战。暗过过6个月，都是伫美军的攻击。巴格达迪死亡消息公布了后，白宫嘛发布川普甲其他官员看美军攻击成功相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嘛又搁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地点伫咧德州的龙岗大学康维斯分校的学校外口，遐有一场 party 发生枪击案。警方证实讲，上报有2个人死亡，超过10个人受伤。警方嘛表示讲，这场活动并无向学校报备，学校这边发出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嘛当地确认讲着枪的敢有因的学生。警方甲封锁线绕起来，伫咧现场采证，救护车也伫咧边仔准备甲患者送去病院。美国德州龙岗大学康维斯分校外口一间 pub， 伫咧举办 party 的时阵，有一个查甫人夜穿扫射 pub 内底的人。And as a result, we've got 14 victims that have been treated at numerous hospitals for different injuries, and unfortunately, we do have 2 people that are deceased. 警方表示，迄当时现场差不多750人，这个 party 可能是德州龙岗大学一个兄弟会主办的，不过事情无先向学校报备。大批警察就伫咧德州格林威尔380号高速公路边仔一间 pub 外口。龙岗大学的 Twitter 也转发校方的声明，表示向枪击案的受害者表达哀悼。It was not a sanctioned Texas A&M party. It wa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there could have been some fraternity involvement. Right now, I was told it was a semi-automatic rifle. 根据 CNN 的报道指出，场地业者有表示，租场地的人是康维斯分校的一个兄弟会。这阵枪击案的嫌犯也个逍遥法外，警方当地咧确认是毋是阁有其他学生受害，也阁有枪手犯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介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团队以动物实验发现，讲食伤咸会累积头2倍，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会增加失智的风险。来看《联合报》，林务局规划做好生态的给付，保育就好就钱通领，亲像友善农地也是翕着就好，拢有奖励金。每年会变做一般性的奖励，包括苗栗、南投、台中拢有这预算。资本变1000万，即马已经增加到3000万。来看《苹果日报》，反送中，香港反送中，昨昏有网友举行追究警察暴力的集会，后来演变做冲突。警方弹催泪弹掠走7个人，上细汉的囡仔只有12岁。冲突发生的时，香港的半岛酒店嘛有开放予示威者走入去味。
镜头来香港，即卖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甲支持中国的人士是一人一边无对同，嘛演变做小规模的经济对抗。要买物件，就要先看头家的态度，才决定讲敢有要交关。香港红磡龙门平息，礼拜六一早门口就排甲长路路，这消费者差不多拢是香港市委群众特别来消费，支持店家。龙门平息头家因为支持反送中，也把帮助抗人士一直遭到恐吓，就伫24透早5点外，被4名摕着铁棍的查甫人攻店，估算损失差不多10万港票。市委群众一日发起全港18区布备行动，以实际消费者收聽支持反送中的黃店。係啲好無理嘅理由俾啲藍絲去攻擊，覺得好差，所以我想用經濟方面幫助下佢。香港有支持反送中黃店，也有支持中國港警的拿店。這間兩人加倍地租，選擇受停警方，並打滿一張藍色停港警標語。伊講表明入場後常常被恐嚇，生理一度落九成，暗過堅持落來，所以外傾被招中國旅客就門。我相信係黃嘅啲佢哋唔會中意我咯，係藍嘅啲佢哋湧住嚟衝嚟支持我咯。咁你話算唔算影響？有好嘅影響，有唔好影響。但係其實影響咗香港人嘅心情，或者可能喺有時市面上逢星期六日出面好緊張，而啲人唔敢出街，而佢哋冇敢嚟，可能會影響個生意。之前一間勇武派示威群眾鎖定中資店頭破壞，甚至放火，引起香港社會各界關心。佢哋唔應該大肆破壞咯，一唔啱佢哋嘅嘢，佢哋就走去周圍去又私了人哋嗰啲，我覺得唔啱咯。香港示威群眾甲支持中國人士，正做黃藍兩種勢力，隨着抗爭繼續落去，也一直分離香港社會。記者綜合報道。鏡頭轉來咱台灣來關心2020總統大選，總統蔡英文要拼連任，伊的副手到底會是啥人？賴清德是直互點名。前行政長賴清德剛結束去美國的訪問行程，昨昏已經轉來咱台灣開始輔選。伊頭一站是去彰化，互媒體問到講，敢有可能會帶賴甲？伊是攏無直接應。歐式嘅風馬扮作魔法師參加萬聖節嘅 party，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結束訪問美國嘅行程了後，轉來台灣頭一個行程就先到彰化縣，替爭取連任立委黃秀鳳助選。賴清德強調，民進黨在咧立法院嘅席次敢有法度過半，彰化會是一個關鍵。如果4席國民黨都當選的話，哇，那民進黨在國會要過半就會很困難的。賴清德正積極在咧輔選，外界就在咧邀民進黨是毋是準備要現底牌公布蔡英文副手嘅人選。不過去互媒體問到嘅時陣，賴清德並無講，只簡單講多謝。而總統大選嘅日子是愈來愈晚，總統蔡英文就在7透早也出席法律學者陳良智新冊發表會，進前也捌參與蔡賴配嘅支持連署。蔡總統到場參加這場活動，讓人感覺有在咧爭取獨派支持，加替蔡賴配加溫。身為總統，這3年多以來，我每一天在思考的，都是在國際局勢的變化下，我們台灣如何來應變這個國際情勢的變化。隨後，蔡英文就含兼民眾黨主席嘅台北市長郭文哲出席客家移民節嘅活動，兩個人攏無啥物互動，含自稱是客家妹嘅蔡英文相比，郭文哲表示伊袂放棄爭取客家嘅票源。還是一樣嘛，盡量嘛，就是我們就每天誠懇的上班，誠懇的工作，這樣就好了。對行政院長蘇貞昌因為單東家案所引發的魔鬼講法，爭議繼續在咧談。蘇貞昌是繼續批評那爺，想要借這個機會，甲行政院的內閣團隊不好倒。不過對那爺的攻勢，蔡英文表示本地想講這是小弟大作，不過即馬感覺這連小弟都攏唔是。記者綜合報道。那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是繼續走基層，要爭取支持。昨昏伊發表新移民的政策，拜六禮拜伊嘛有去澎湖聽地方的心聲，昨轉來到台北，隨閣甲少年家座談。你有沒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過討厭韓國瑜的？主持人為一講線，有不少少年人徛去 ES 這邊，這時陣韓國瑜出現了。你可以討厭我，也可以不要投票給我。沒問題，但是麻煩必須了解我。講要行出江溫山，第29歲青年的支持度偏低。韓國瑜27專港上北，在台北舉行青年論壇，甲青年對談。那昨仔伊嘛提出新移民政策，
要争取50万份新移民选票。强调当选了后要放宽健保的家保规定，成立国家级分级分类的统一制度，帮新移民进入台湾吃头路。党主席高敦基嘛要大家把票投给国民党。第一张选总统要选给韩国瑜，好不好？好。第二张票要投给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这个礼拜假期，韩国瑜嘛到平湖成立联合竞选总部，要使平湖小三通等离岛的政策。那宣布要参选总统，提出国民党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人气真旺。27下晡伫台中举行感恩活动，民众党发起人蔡壁如嘛到现场。那郭台铭唔但伫活动现场，甲因宝斗阵唱歌，嘛替要参选立委郭家军来加油。要监督行政部门的执法，这些都是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要挑一些好的、有政见的、有理想的立法委员代表我们进国会发言。我们这样说好不好？郭台铭烦恼小资化危害国安，希望郭家军进入国会推动相关立法。韩国瑜嘛关注少年人选票，嘛推出青年政策，希望解决少年世代出路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目前伫咧菲律宾有一个低气压，若准变风台，会是今年第22号的风台。咱来看分图。一般来讲，10月份了后的风台对台湾无啥影响，毋过嘛要设置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水汽，加上即马是吹东北风，这方面的北部、东部就较高落雨。另外，伫咧台湾的北部有一个方面，这2天会挖进台湾北部的海域。水汽会变高，明仔载北部就会开始落雨。若今仔日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伫咧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度到29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1度，各地早暗拢有较凉冷，大约是20度到22度。苗栗的通宵火力发电厂123号的旧机组退休啊，火力发电厂的烟筒鼓嘛开始在拆，真侪乡亲去现场记录这历史性的时刻。时间接近尾仔嘛，民众走伫苗栗通宵电厂的大烟筒边啊，要记录这震撼又个纪念性的一刻。120公尺高的大烟筒倒落来，引发真大声音，还佫引起阵阵营业。换一个角度来看，原本直直的大烟筒，就参照被臭球的方式来倒伫涂骹，看起来真震撼。嘛有民众想讲是爆炸。拜六尾仔嘛5点外，苗栗通宵火力发电厂的2号机烟筒进行坑倒的作业。当地民众表示，就是要来见证历史。很大声，很大声，然后黑色碎片喷出来。这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跟我的感情蛮深厚的。然后就是突然间就是倒下来的，很不舍。当地民众表示，这几架大烟筒是为72年建造到即马，每一架有120公尺高，成为苗栗通宵的地标。因陆续汰换成为国家新的天然气机组，今年5月陆续开始进行烟筒的拆除作业。经过评估，第23号机的烟筒因为周边的空间有够，以坑倒的方式来进行。震动太大的话，前场跳机的话，整个会影响整个台电系统的负载，所以我们调度处就规定我们的要在晚上的时候负载比较低的时候来放导。台电表示，包括坑倒的时间点甲工法，拢有经过真详细的评估。而1号机的旧烟筒，因为护地有限，而且已经采取切割的工法，目前已经拆除差不多3成。2号甲3号以坑倒的方式来进行，除了来加强提醒民众，嘛加强夜水防止营业。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有游客伫咧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休困，煞拄着高山来抢物件食，互民众带一条。自然教育园区嘛，呼吁乡亲唔通饲狗，则要甲狗醒过来。高山坐伫石头顶大喙食苹果，不时抑阁挖头四界看卖咧。虽然边仔人来来去去，伊拢唔惊人，抑阁跳起头前的倒啊抢胖，佮跳到石头顶管食。太快了吧，好恐怖哦！好恐怖！
画面看起来真趣味，不过有游客要是行一大条。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自然生态真丰富，吸引真侪人来遮佚佗。不过有民众感觉看到高山的几率愈来愈悬，甚至佫主动抢人的食物，行为愈来愈过分。过去常常有游客都习惯来喂食这些野生动物啊，比如说猕猴、松鼠等等。那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入园的游客希望他们不要来喂食。另外，赤白碰瓷也有同款的行为，甲人的活动范围愈来愈接近以外，也会主动讨物件食。学者表示，长久以来游客饲物件，除了让野生动物失去家己找物件食的能力，也激发学习效应。只要看到有人摕到塑胶袋啊，都会想到食物件。我们拿出来给他，他知道之后，下次他就想要这个食物嘛。要这个食物，当然你没有给他，他就。不要看到有袋子的，或者是有塑胶袋，他就去抢。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教训他，所以呢，造成他就更嚣张。对，因为大家怕他，然后后来他们就抖来抖去，他就更抢得更严重。猴子它是整群体活动嘛，所以它的学习力很强，所以这几个猴子的个体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整群猴子的行为。学者认为，高山的学习能力真强，佮加上是斗阵生活，卡使因为无画出界线，抢物件甲挖苦的行为会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偏湖这几天当咧拍拼护育选湖，即马民间嘛斗阵做，海洋公民基金会直接伫海底培育选湖，才刷去附近的海床种，准活率有60%，望10年内会当看到成果。创制到海草层，将一张一张放伫沙条顶的竹坑选湖，用浅草法种落去。海洋公民基金会今年开始，伫澎湖内湾的跨海大桥海域，试着将600丛人工护育的选湖种到海床内。伫去年，因已经先试过第2层种植，经过1年，选湖存活率达到60%。在2008年的寒害的时候，对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有非常严重的伤害。到现在其实已经快要2020年了，照理来说，海洋它会有一个自己治愈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要给它时间恢复跟休息。但是现在其实海洋并没有恢复到这样的状况。澎湖南方四岛有达到6-7成的选湖，也毋过澎湖四大岛之间的内湾已经真久无进行调查。民众会记得10多年前，伫真浅的海岸就会当看到选湖，为了护育。基金会为澎湖县政府的种在环市场人工护育选湖做发言心，直接伫海内设置护育场。选湖若试得成功，已经连续3年拢会当分出600丛来种。这样的一个活存率，到底哪一个区块比较好？那接下来明年的计划就是以多样性为主，然后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海床，用适合的方式再把这一些珊瑚福一场里面培育出来的这一些珊瑚的幼株，重新全部把它种回去。基金会也试着伫几种无同所在种选湖，希望找出适合人工护育的海蟹甲选湖品种，将当年种植量增加，10年了后种植面积要达到半个脚球场，并且今年也要发起由在地家己进行选湖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少人无爱害车辆伫咧路边乌白等、乌白停车、霸占停车位，花莲县政府最近定出驻地条例，未来假使有人报，不管是伫咧公有地也是私有地，政府拢会使甲车去并条。花莲市的停车空间愈来愈少，叫一寡好亲像是废弃的车占用，这可能就是几啊年这车无车牌，也毋知车主是什么人。因为是私人财产，无法度处理，环保局只好打广告，希望车主赶紧拖走。这个查报办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外观上面有一些描述，去定义它是否废弃。是。那当我们稽查员在主动稽查的部分，或在稽查的途中有发现类似这样未悬挂号牌的一个车辆。然后可能外观有锈蚀的部分，那我们就会主动入案办理。不过，安尼效果并无好，愈来愈侪这种车占道或者是霸占车位，严重影响交通甲环境。所以，花莲县政府最近研究废弃车辆清除处理驻地条例，车主若是无处理，环保局会依法拖走。在废弃车辆明显的地方张贴7日，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会移至到特定的地点。然后再公告1个月，看这个车主有没有来领。如果有来领，那我们就会把它收取这个保管费跟移置费。
环保局强调，自治条例通过后，无挂车牌车无论停伫公司土地上，公司有土地负责人或者是保管人，拢有权向环保署签署同意刷走，免经过车主同意。有挂车牌车是属于交通队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清气的绿色能源是未来趋势。伫法国的南部有一个小镇，最近启用全法国头一个，嘛是全亚洲上界强的水面上的太阳能发电站，100%拢用再生能源，发的电有到1万人用。为着防止全球暖化，真侪国家投入太阳能发电。不过，设置太阳能板拢会占真侪空间，有时甚至着爱甲森林弄错掉，或者是征收农地。即马起伫咧湖顶面，真做是一个理想的选项。法国南部皮奥朗克即阵正式启用伫咧水上的太阳能板，真做法国头一座，也是欧洲发电力上界强的水上太阳能发电站。The wate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anels. It increases productivity by 5 to 10%. 为着让能量会使更较有效来转换，太阳能板的温度袂使伤过悬，污水大好有冷却的功能。47000块太阳能板提供的能量大好到1万人使用，涵盖镇上所有的居民。We've been hearing about this plant for such a long time. Now that it's built, it's great for our village. 全法国总共有705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总共有1/3用来放太阳能板。专家估计，安尼就会使提供400万人所需要的电。太阳能产业的领头是中国，伊的水上太阳能板是比法国大3倍，产生4000万瓦的能量。啊，那这太阳能板对野生动物，亲像过冬鸟或者是鱼类所产生的影响，即阵抑阁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海岸是收水、深海畅水的好所在，也毋过即卖海底塑胶本数愈来愈多，互人真烦恼。有一阵畅水员因着专工去畅水，因是去捡本数。根据联合国统计，今年差不多800万吨的塑胶本数向等入去海中。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当地进行对抗塑胶行动，其中一点业余畅水人员的团体 Ocean Air 有真大功劳。It's very polluted. Unfortunately, some of the locals throw their rubbish straight into the water. It's sad. 受到生素限制，这畅水人员特别落去上济加上1点钟，爱伫时间内把本数为海底浮出来。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可能烦恼的是，这拍片真有可能是效果无大，因为塞内加尔人当年登记大生养本数有25万吨。You see water bottles which stay intact for a long time. Plastic stays for a long time. It can take centuries for something like this to dissolve. 对这个西非国家来讲，关心环保议题，比袂过想要减少产值希望。Ocean Air 2年前第一摆举办畅水人员落海拼沙活动，即马因想要增加执行任务的数量，为逐个月一摆提悬到每礼拜一届，啊，毋过都要有资金。We realized that the sea is too dirty. A lot of people have this view of the sea as a rubbish bin, so they just throw away all sorts of things. That's why we're here to clean up. 2015年，塞内加尔通过法律禁止卖塑胶落架，4年了后，这项法律却一直无执行。旅游景点格里岛都是受到污染的重灾区。People who go to the beach are drinking and partying, and if there are no bins, things get left on the beach. And then, with the swell, it ends up in the sea, and because it's a bay, it ends up here. 团队最近一摆清理作业，就是为海底整理出几600公的本数，这是好的开始。啊，毋过话塞内加尔总统萨尔讲的零本数国家的目标，佫有真长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英国货柜车厂39个尸体的这个案的后续，已经有4个人被警方抓到，其中2个货司机被检方以过失杀人罪起诉，另外死者主本拢认为讲是中国人，结果呢，因大多数是可能摕假护照，所以内底嘛有发现越南人。艾沙克斯郡格雷斯市23冷冻货柜车命案的39名死者。因辨识身份的证件真少，警方只为指纹 DNA、甲身上皮肤所测的图、伤痕这特征来验证。所有遗体已经全部送去病院进行解剖甲检验。
一开始，警方原本以为死者拢是中国籍，不过案发了后，英国的越南社群组织接到几个家庭通报家人失联，到目前为止人数已经有20人，年岁是伫个15到45岁之間。英國警方一直都證實，因會見越南駐英國大使，將協助家屬死者的身份驗證定數。don't know exactly the nationality of our individuals, but at the moment I'm going to focus and engage as much as I possibly can within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出身越南北部安城县的20歲查甫人黃天良，伊的爸爸10向媒體證實，後生時坐為比利時進入英國的這台貨櫃車偷渡，因為家境散車加上欠錢，伊要去歐洲羅馬尼亞德國做學工。幾個月前，伊開喙愛故鄉的太太鬥相共，照11000英鎊的費用，伊才為德國偷渡到英國。Nghèo tụi tôi đói, đi lính về rồi đó là nợ tiền vay vốn làm vay vài trăm triệu làm cái nhà đây này lấy cưới vợ này. Cái vừa lên nửa nên không có rồi đi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kiếm ăn nhà quê mình có làm cái gì ra tiền đâu. 安城是越南上散車身份之一，村民向路透社記者表示，真濟罹難者爸母即將厝賣掉，互囡仔做偷渡費，互因去英國找找更較好的生活。這件定價國際偷渡命案，英國警方抓到4名嫌犯，其中25歲貨櫃車司機羅賓森被檢方以過失殺人罪、人口走私、洗錢等罪名起訴。28日第一擺出庭應訊，記者綜合報道。西班牙加泰隆尼亞首都巴塞隆納26日時有35萬人行上街頭示威，伊是要聲援被判刑坐監9個帶頭做獨立運動的領袖。日時這遊行抑個正平和，也毋過到暗時是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西班牙最高法院這個月14日以煽動叛亂罪名判9名加泰隆尼亞分離運動領袖9年甲13年之間的徒刑，引起連鎖街頭示威。幾個草根性獨立團體號召民眾，26日將巴塞隆納市中心車路全部佔起來。和平水區甲聖家堂之間的市中心大路出現人客人獨立機啊四界飛的情形。Si ells no ens volen escoltar i no ens volen assentar a dialogar, què és el que nosaltres volem, sempre hem defensat la no violència, no ens reflectim amb el que ha estat passant a Barcelona. Els independentistes no som violents, volem el nostre país, volem ser lliures. 這場有35萬人大遊行和平理性結束，不過暗時這獨立行動團體號召幾千人在警察總部門前示威，因對鎮暴警察拼塑膠球、管啊加石頭，警方以盾牌、警棍和出動防暴車對脫事示威者進行驅離，過程中至少有6人受傷送醫。加泰隆尼亞緊急醫療機構的統計顯示，14到20這段期間的街頭示威受傷送醫人數有593人，其中289人是警察。西班牙總理桑切斯20日在社會黨一場集會活動，指暴力示威是對加泰隆尼亞社會攻擊。Oye, la que vimos en las calles de Barcelona el pasado fin de semana fue bastante claro. Lo que vimos no fue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la policía y los violentos. Lo que vimos fue un ataque de los violentos a la sociedad catalana y entre medias la Policía Nacional, la Guardia Civil y los Mossos d'Esquadra defendiendo precisamente a la sociedad catalana. 雖然分離團體街頭活動聲勢真大，不過因地區議會並無將壓絕對多數釋出。最近民調顯示有44%到48%加泰隆尼亞人反對獨立，後面將這場危機看作是西班牙內部代誌，對獨派提出請求是第唔知。不過不警告這代誌對西班牙民主名聲有損害。記者綜合報道。咱市開關電火就會倒，咱要愛用電開電火真簡單，也毋過佇咧東非的馬達加斯加要用電是真無簡單的代誌。當地電力分布只有15%，大部分是靠點蠟燭啊，也是燒油燈，所以嘛因為安尼真接火燒厝。提便桶行入去那些布棚，馬達加斯加民眾克勞地大地車已經要花4個月咯。正正嘅厝邊佇厝內點蠟燭，引發火災。附近20棟建築攏向燒了了。克勞地嘅情形唔是第一擺，馬達加斯加全國2600萬人，到10%個人有電通用。
安那大部分的人都会点蜡烛，或者是油夹，无细力对造成火灾。有的人会偷接电，电倒更加危险。Semasa aku tuh di transformator, rua dekat ruang perfusion Javarna Stadium Nas. Nefanisia, mapiasa posta sutura, mapiasa broshin, mapiasa Javarna Mayer Vaika, dia tsun ke kabel mandi makanem Nas. 马达加斯加国家水电公司吉拉马指出，当地欠能源，政府阁不愿意投资水利发电厂，造成8年来电力普遍比例一直无提悬。不过社会认为吉拉马未晓管理，佮一直了钱，该当向民营业者买电，将2倍计数卖给民众。电变做珍贵消费，而且开大钱，佮一直跳电。Sirama, yon le fakafijanom le zavatra izy ny tapakatapaka. Nefa amin'izao fotoana izao zany raha ohatra hatramin'ny trangano mpanao solaire. 电力普遍比例不高，和民众转用太阳能。马达加斯加当年日价有2800点钟，适合发电太阳能。政府嘛提出相关的计划，预计2030年要替70%家庭提供电力。另外，3间民营业者嘛签协议，要伫伊翁德鲁河起水力发电厂，预计2023年完工，希望改善民众无电通用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今头等过来，生活宝贝啊，保护乡亲节，卫福部宣布明年要调关6个县市的上架生活费，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甲金门县、甲临港县。其中以台北市17005块上悬，代表讲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户顶降价，有搁较侪人会当摕到政府的补助。明年散车限制要调悬咯。卫福部日前公布全台各县市上架生活费，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甲金门、连港地区拢调悬，代表应申请低收、中低收入户的限制变低，适用对象变低。基本上可以知道，就支配所得确实是提高的。那所得的来源很重要，当然可能就是他透过就业取得。根据卫福部公告，明年台北市上架生活费调到17005块，新北市15500块。桃园市15281块，台中市14596块，加金门连港县11648块。不过，就伫散车限制年年调悬的同时，国内贫富差距却是继续恶化。根据主计总处2018年家庭收支调查，去年上悬所得组比上届所得组悬出了6.09倍。是近6年上悬，若是进一步观察，今年系数，去年是0.338，是7年相对高点，显示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最低生活费它是要反映的就是最近的，就是这个所得的状况来当做这个贫穷线的标准但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政府就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来界定什么叫低收入户，什么叫中低收入户。学者表示，现行评估中低收入、低收入有动产、不动产、存款存偌济，甲以户为单位所算的平均所得，必须3项拢符合标准，才能申请补助。尽管政府近年来一直拢有修正申请的标准，不过在发放补助的同时，政府也应该思考如何协助民众脱贫，若无会继续挖苦福利的现象会加深。记者综合报道。散家愈散家，好行愈好行。主计总处讲，咱即马国内无地大的厝，逐年在增加。2010年已经有19%，10年统计一摆，学者认为讲，照这款状况来看，等到明年调查时，恐惊会超过20%。房价压悬落袂落来，互国内多数无厝的人排着沉重的技术压力。根据主计总处历次普查显示，国内空替率是逐年提升。以1966年来讲，当时的空替率只有1.7%，不过到了1980年已经增加到13.1%。2010年的调查佫开始升到19.3%。学者表示，以趋势来算，明年办理10年一摆的人口主体普查的时阵，空替率恐惊也佫会提升。正常国外的空屋率大概3到5%吧，那我们现在已经就达到将近20%，高空屋率表示隐含的是供过于求，这个经济学上来讲是很不合理的啦。所以我想，这都是要代表我们资源的无效利用或者浪费资源。
学者认为，政府昨年才进行一摆普查，加上国内的自体持有成本过低，拢是造成自体使用率降低原因。政府应该爱护自体回归以居住为主、投资为辅，才会当改善高房价。另外，以前一摆的调查就会当看到北部地区空厝增加的速度上紧。其中，高以家人上悬，超过25.5%，北市是13.4%，是全国上低。基隆那边也推案推了不少。从2014的房市反转之后，它整个去化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就是它的整个余屋量的部分化就比较大一点。台北其实就是说的人口比较密集，在市中心的一些速地可能比较少一点，推案量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你会发现说它的空闲住宅还是比较少的。房屋比价平台表示，近2年建商请教甲推案量一直欠悬，也毋过整体交易量也是处伫历史上的低档，加上卖的状况并无大家想的好，所以未来房市后市犹原存在分忧。记者综合报道。受少子化影响，学生的数量愈来愈少，不过也是为咗科技学院想要申请改名号做科技大学，今年就2间去申請，尾也拢无过。受少子化影响，今年传出真一间技术学院停办，不过依然有不少技術學院要拼申請改名為科技大學。今年傳出黎明技術學院甲經國管理健康學院2間申請無過。一個是黎明技術學院，那一個是經國技術學院。那他學校必須要獲得出席委員的2/3以上的同意。其實，在學校改名之後，我們還是會去做持續的一個追蹤。教育部表示，申請改名愛審查校舍評級、學校總數甲前3年評鑑成績。前5年有6間技術學院順利申請改名，不過為自2014年以來，有英達技術學院、高雄數位學院、高美醫專、亞太技術學院、南京科大5間大專院校退場，數學工會質疑教育部無嚴格把關。那東方設計大學才升格2年，短短2年就發生財務的困難。事實上，教育部並沒有嚴格的把關，我們認為是有放水的嫌疑啊。政府用很粗糙的方式，叫做讓私立的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然後對大學給予比較多的獎補助的時候，學院就很難生存。科教工會批評政府過去鼓勵技職轉型大學，無重視技職教育整體資源分配無平均。黎明技術學院表示，申請基本勘證甲校務評鑑攏通過，未來有願的積極爭取。記者綜合報道。行行出狀元，讀高職賣當出頭天。屏東高工機械系3年的學生囡仔蘇碧和，進前參加第49屆全國機能比賽，摕到做模仔社會組的金牌，比在職的也佫較厲害，嘛拍破校史紀錄。恭喜模具蘇博豪，提名單位屏東高工。徛佇台頂接受大家撲角聲，屏東高工機械科蘇碧和微微啊笑，然後比一個1，因為伊拍敗業界代表含大學生，以高職生的身份，摕到今年第49屆全國機能競賽模具組的金牌。訓練的過程辛苦是一定會有，然後我覺得過去的話，那不管當時在當下多麼辛苦，我覺得後來都一定會很值得。所以現在再苦，我覺得到最後你的努力一定會有收穫的。會安尼講，是因為蘇碧和車贏得到金牌的背後，是一段辛苦無人知的故事。蘇碧和自細漢就無介意讀冊，毋過伊對做機械是興趣一工就練超過10點鐘，這攏是真史上的代誌。對設計模具製作到推進做出成品，伊攏非常認真。那一個模具出來，它要耗費很多的功夫，甚至它的細膩度。那它這個模具呢，能夠塑膠射出成型，需要連續射出10個元件，那代表它這個精密度及細緻度，它花費了很多的功夫。蘇碧和骨力拍拼贏到金牌，即陣已經摕到台灣科技大學保送的資格。接落來，伊希望明年會使取得國手的資格，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未來也希望有通好進入中科院，將家己的專長貢獻給國家。金牌最讚！記者綜合報道。地方放送頭，咱來看拜六暗竟然有人佇咧松山機場附近放煙火，去影響九座飛行機房，嘛有1,000個旅客受影響。
松山机场伫拜六尾仔有民众通报，受到技术信号弹甲烟火影响，地区拢是影响9班航班。根据平面媒体报道，尾仔5点半伫离中苏航道接到通报，意思是沙中堡庙会放烟火一时拢是因地区驾驶员的时线不良，影响降落。6点半，圆山回浦公园周边再度接到通报，意思有人放信号弹，最后拢总影响9航班暂停降落。松山机场也随派航警局甲驻地警察局到现场查看。对，没有发生，也没有发现说他们有释放烟火或信号弹这种情势。延长花火活动的民众他们表示是在淡水河西侧那边有发现有放烟火的光点上来，确定查网之后没有在我们本辖。中山分局表示，现场调查并无找到信号弹的分野。回浦公府有民众讲，伫淡水河西边看到光点，也毋过沙中堡分局也表示，伫苏虹道附近并无找到相关放烟火甲信号弹的分野。初步研判，因无可能是庙会地区的犹太地青。拜六暗时拢总有9班航班暂停降落，影响大约1000多名旅客。可能庙方不太清楚，就是说他们释放烟火这一类的会影响到备案安全。在我们民航局召集相关的部会，就是说在这种庙会或者相关活动可能会涉及到备案的部分去做一些宣导。航管学者表示，庙会活动不是民航局所管的，建议民航局甲内政部定期跨部会研究加强管制宣导，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伫机场周边管制区放烟火，使用无人机顶影响飞安器材，以民航法会当罚30至150万。记者综合报道。诈骗的案件不时拢有。屏东县政府伫咧去年7月份的时，伊是分析讲，防诈骗的车手偷领钱，互偷领731摆，所以屏东县的警察就按偷领钱较热门的时间甲地点去分析，而且加强巡逻。一年多来效果真好，偷领钱即马只剩3摆，是全国减上少的。画面顶这个砍头砍面的查某人，还有这个戴安全帽、挂喙暗的少年人，伫咧提款机头前无几步，因拢是专门路人的信用卡偷领钱的白手套。警察局调查小组透过提款机的热点，掌握因犯罪的时间，还有地点，发现因大部分拢是少年人。他们大概都会戴口罩，那背着背包或者是斜背包，那会在ATM 前面会提领的时间会比较久，会操作比较久，因为他会不断的从他包包里面把他的一些提款卡拿出来一片一片的在那边使用。去年7月份，白手套伫咧屏东偷领钱的记录捌达到731届，透过警方加强埋伏甲盘查，到今年7月份，犯罪者犯案的记录只剩3届，下降的幅度正做全国第一，显示屏东县警察局为斩断诈骗集团金流下手这一步真正有效。我们各分局呢里面又有成立调带的小组，人的影像调不到，就从交通工具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有系统的把它整合起来，去找到这些车手的影像。现此时诈骗的类型什么都有，其中各以亲戚朋友发简讯借钱、网络游戏的点数爱纳钱、绑票囡仔等等的名义上多。领钱的时阵，准公民众发现可疑人士，就要紧报警。若接到诈骗电话，一定要冷静，先卡防诈骗专线165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拄着火烧厝要安怎走？屏东的义消专工去甲幼囡仔甲老大人，而且佫做一个有烟的房间，教因要安怎逃命，咱嘛做伙来学。甲教室变做火烧烟雾体验室，互时大甲囡仔感受火场有偌危险。这是幼稚园的教室，阿公阿嬷去到幼稚园甲囡仔做伙学习，斗阵了火烧厝洪灾的知识。我只有看到烟。哦，然后呢？就雾雾的，然后慢慢靠着墙壁走出去。什么时候会这样？我很多年哈，前面那沙，边那那个撞地沙河，入面是都无路可出来，结果就是有人打拖咯，我都对因行出来啊。屏东义消讲，体验的烟是用糖制做出来的，输着袂损害身体。毋过，若正经火烧，冲出来烟有毒，会激死人。若看到房间有呛烟出来，
千万唔通入去，呼吁民众会当闪偌远就闪偌远。是当真正的国产的浓烟，它是有毒的，也许我们吸了1口2口，它就会呛昏倒。时大那一个人大当着火烧厝，定着会真紧张，凡事无法度即时得命。即摆华山基金会甲华山幼儿园合作，希望经过义消的宣导，加强长辈防灾甲逃生的观念。活动若助赞长辈甲囡仔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义消嘛了解徛家厝警报器的功能，宣导安警报器的必要性，建议大家要来安伫厝内，互安全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掩埋老大人身体机能老化，嘉义市政府学训练开400万起一个6龄健康训练场，透过物理治疗师规划下长辈时代一寡课程，一礼拜4摆，望长辈会当留空间。上课的物理治疗师若讲笑话，若替长辈进行恢复的训练。互原本因为有帕金森氏症甲阿兹海默症心情无好，无愿意出门，而且无法度长时间运动的酷阿嬷，因为这个所在即马开始有了改变。最主要是觉得他很开心、很期盼来这里上课，所以对他来讲有很大的进步。他才参加10几天呢，他10月初才来的，就有他很大的进步。我妈她其实也有退化了，70几岁啊，其实也需要一些这样。可是我自己不专业，就我不会帮她做一些。我想说，如果这边有很专业的人，应该他就可以维护比较好的一个身体健康这样子。嘉义市政府参考芬兰老人游乐园的精神，打造这个健康训练场，配合专业的物理治疗师，利用这个器材设计课程，来加强长辈骹手的运动机能。上课的物理治疗师就表示，进前有替长辈测验体能状况，来上课了后，长辈骹手的反应拢有进步。好讲真的，这个就是变成是他们可以在社区中，包含过马路，甚至有些在跌倒的那个动作。那个时机发生的时候，它可以减少跌倒的那个风险。这片国有财产署的土地，捌因为土地用途的问题来用地，透过卫生局的争取甲规划，即马已经成为长辈身体甲心理健康的训练场。嘉义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国咧整理民众甲上课长辈的反应资料，希望未来会用较增加相关的知识，来照顾更较侪长辈。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台湾的水果同人学乐，世界柑仔类的果子酱比赛摕到双冠军的是咱台湾人，伊叫做瓜鸭。由咱台湾的水果做世界级的果子酱，唔但好食，而且色水嘛水。下午9点，公视台记台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带乡亲做伙来看世界第一的果子酱。2019年世界柑仔类果子酱比赛出现头一届由亚洲人摕到冠军，得到这份荣誉的正是咱台湾人瓜鸭。瓜鸭利用台湾金枣甲鸡蛋，做出和欧洲人拢真学乐的世界冠军果子酱。想起当初参加比赛的时阵，心情是紧张佮期待。其实我12个甲果酱行过去了后，其实我拢讲我袂在意，问题是我逐工在心内拢在算讲，到底当时这个比赛结果的公布，完全无想到讲我会当摕到金牌了后，上重要是得到双金。这款出国比赛得冠军倒转来的果子酱，其实是瓜鸭甲生活美食作家叶宜兰合作的果酱。研发的过程长达半年哦，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的试吃，就是那时候其实柯雅做了好几个版本。那中间我们就是对于那个就是橙花的这一款是比较喜欢，可是那时候觉得就是整个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不够奔放跟强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请他适度的提高那个就是柠檬的比例，然后让它能够那个更完美。台湾水果的特殊风味，加上瓜鸭的手艺甲叶宜兰的调味，完成这个和欧洲人真学乐的果子酱，用台湾水果和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报道。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今年是台湾市过身500周年，法国罗浮宫头一摆甲咱台湾的企业合作，甲台湾市有名为蒙娜丽莎做 VR 虚拟实境的版本，咱做伙来体验。
达文西正出名的画《蒙娜丽莎》是真侪游客来法国罗浮宫佚佗的时阵一定爱来看的。大家手机是一直摕出来翕袂煞，官方也阁出动工作人员来引导大家排队翕相。今年拄好是达文西过身500周年，罗浮宫特别释出达文西特典，展示最后的暗顿、维特鲁威人等等正出名的画来纪念这个艺术家。 The Musée du Louvre had to do something on that on 2019 because Leonardo da Vinci decided to come in France in 1516, and it's in France that he died 500 years ago. And thanks to that, we are very lucky because we have 5 paintings by Leonardo da Vinci. 你看他的眼神哦，他可以站在左边，蒙娜丽莎眼睛好像都在看到你，然后慢慢你走到中间，然后走在右边，也好像在看着你。我觉得是因为我 virtual reality， 我们真的进入了达文西的思想。 跟他创造的原意。虚拟实景的体验结合动画、声音，也有互动设计，创造出达文西画图的情景，让游客会使感受这幅图在画家当初时完成的时阵的模样，也有经过500年了后的卡价。这是罗浮宫和宏达电合作，就会建构史上头一个蒙娜丽莎虚拟实景内容。现在我们因为虚拟现实，不管是偏远乡镇或者是 resources 比较少的一些学生们啊，都可以看到达文西的创造。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是 beyond 整个的这个人类的一些文明哦。在咧展览期间，会放11个头戴式的 VR 设备，后面将会使真正甲探索画内底的细节，同一个时阵了解伊的历史，享受7分钟的沉浸体验。这张达文西特典总共有160件达文西的相关作品，展览会一直到明年的2月24。无法度到场来参观的人，也会使透过家用版本的手机 App， 在咧厝欣赏达文西的画。记者综合报道。 印度有一个专门做灰鸭的庄仔头，虽然当地只有500户，也毋过做出来的灰鸭名声通全印度。即马当地当是拜丁节，到有的人擦。色彩丰富的新香甲珍珠，这是印度的度假村。不管是任何灰鸭，皆拢卖掉。 度假村伫道里西部，已经有艺术性的手工灰鸭出名，来欣赏这是卖灰鸭民众是为印度全国来的。पूरे भारतवर्ष से आते हैं हमारे पास दिल्ली नहीं पूरे भारतवर्ष से माल इधर मतलब आता है और जाता है मतलब दोनों आवटन होते हैं。度假村差不多500户家庭做灰鸭已经有50年了。 那灰鸭的制作过程都真够工，差不多是规家族拢爱出动完成。做灰鸭的师傅，今年10到11月特别报营，因为这段期间是印度有名的拜丁节，大家大户拢会点灯，表示光明赢过黑暗。这里进前，真侪人会特别到度假村来买灰鸭。 घर में मिट्टी का सजाने का सामान होता है जैसे फ्लोर पॉट्स होते हैं गमले होते हैं और अलग अलग डिजाइन के मिट्टी के जितने भी सामान है सारे घर सजाने के लिए सब यहाँ से लेके जाते हैं मिट्टी के दिए भी यहीं से जाते हैं करवा चौथ वगैरह व्रत आते हैं उसके लिए जितने भी सामान है सभी यहीं से जाते हैं 民众介意来到这买灰鸭，因为种类真多，品质又够好，好人会一直买。老手艺、老气味，嘛和印度的传统技艺代代相传。 记者综合报道。2020杜拜世界博览会剩无一档，这嘛是世界博览会168年来头一摆伫中东的国家举行，所以当地政府开70亿的美金，差不多是2170亿的新台票在起场馆。 2020杜拜世界博览会开幕到大，只剩无到1年的时间。在咧杜拜南方总面积差不多438公顷的会展园区，所有的建设工程估计年底就会全部结束。这是中东国家头一届在咧世界博览会做主人，拍破的唔单单是地理上的交界，也阁有真侪年政治，也阁有宗教纷争，也必须爱暂时全部放下。包括2017年去互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半岛国家，外交去互红色的卡达，拢有受到邀请，伊朗也阁无去互阿拉伯国家承认的以色列也拢会使管。Israel will be present at Expo 2020 Dubai. It'll be one of 192 nations who are here, the largest number ever to be here at a World Expo. 2020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沟通思想，创造未来。整个园区为天顶看落来，就亲像海星的形体，分做移动性、可持续性和基具3个主题展区。上中这座65公尺高、开放性的半球形建筑，后瓦萨广场用550栋木造的
钢铁所打造，表面就是一个正大的任务。鹰角造型的阿联国家馆，也有坎太阳能板，会使为空气中收集淡水、零耗能的永续性展览馆，拢是当代一流的建筑设计。所有工程的建造费就有70亿美金遮多，差不多新台币2170亿。杜拜当局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就是希望会使请2500万游客来遮佚佗，鼓励商业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Looking out to 2031,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study published earlier this year showed that the event itself will add around $33 billion to the UAE economy over that period, and actually 0.5% of GDP during the event itself. But it'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long-term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of Dubai in any case. 杜拜热天的季节是湿湿烧热的天气形态，气温较未达到45度以上。到达即阵累积的工作时间已经有1亿4000万点钟。工地伫咧去年4月份，也有12月份，捌发生2件工人死亡的意外，严重工伤的人数43人。对这件代志，世界博览会2020安全和环境的主管表示，一切拢会进行详细也有彻底的独立调查，通好改善工地健康也有安全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29度。外岛是19度到28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